好，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講下我哋露營背包打包嘅完全指南。唔記得咗，應該係歡迎收睇 NFTH Studio 嘅影片啦。咁我哋繼續落去咯。好，我哋第一章要講你帶咩嘢去露營喎。好，第一樣嘢你要住喺嗰度同埋瞓覺，咁咧就係有邊三樣嘢咧？帳篷、睡袋同埋睡墊同埋充氣床墊。好啦，然後就到衣物同埋個人用品。衣物我哋採用分層穿着策略，防水夾克係必備品，即使天氣預報良好都係要攜帶。多帶幾雙襪同埋內衣褲，保持乾爽同埋舒適。登山鞋或堅固嘅戶外鞋，可以提供良好嘅支撐。個人嘅護理用品喎，急救包啦，洗手嘅用品啦，防蟲噴霧、防曬嗰啲搽喺嗰啲皮膚上面嗰啲啦，同埋個人衛生用品同埋衛生紙。煮嘢咯喎，我哋要烹飪設備啦，即係嗰啲 cook set 啊，同埋餐具，同埋食物同埋水啦，咁梗係要食物㗎啦，要唔係煮咩咧？背包嘅打包技巧啦，重嘅嘢擺喺底，靠孭你自己孭嗰陣自己嘅背處，使用收納袋去分類，填補啲空隙。即係重物放好之後，用較輕嘅物品如衣物、睡袋填充嗰啲空位，充分利用背包嘅空間，避免啲物品喐嚟喐去。常用嘅物品放頂部，固定壓縮。呢5點就係我今日要介紹嘅技巧啦。仲有導航同埋安全裝備，導航工具、GPS 裝置、指南針等多功能工具，瑞士刀或者多功能嘅工具可以處理各種突發嘅狀況啦。其實急救包都係個多功能工具嚟嘅，因為佢可以處理到你各種嘅不適或者你整親都可以派上用場啦。又係嗰4個字。同埋照明設備，手電筒同埋頭燈必需品啦。記住一定要有備用電池。頭燈可以解放雙手擺喺頭度嘅啫，夜間活動咧好實用嘅。露營嘅安全注意事項，野生動物安全，妥善咁儲存好啲食物，避免有動物會行過你自己你個營地嗰度，特別係有熊出沒嘅地區。天氣狀況準備一定要睇天氣預報做好準備嘅。無痕山林原則，尊重大自然，唔好留低任何嘅痕跡或者垃圾。用火安全，謹慎咁使用營火啦。如果你用 cook set 煮嘢嘅話咧，咁一定要等火完全熄滅咗先可以離開。露營嘅小秘訣咯，提前到達營地啦，可能喺天黑之前2小時到抵達。嘅衝出時間咧，起帳幕同埋準備晚餐。測試裝備，出發前咧，梗係要測試所有啲裝備啦，帳篷、cook set 有冇正常運作，通知他人行程，話俾屋企人聽、朋友聽你嘅露營地點同埋預計返回時間，以策安全。攜帶垃圾袋，準備足夠嘅垃圾袋，將所有垃圾打包帶走，保護環境。好似我哋就講我哋嘅無痕山林原則啦。準備出發未呢？一個打包良好嘅背包可以大幅提升你嘅露營體驗，讓你更安全、更舒適咁享受大自然。記住我啱啱介紹嘅5個技巧，有充分嘅準備，你就可以有一個好難忘嘅冒險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啦。祝你露營愉快，我哋喺大自然中見。提下你啦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片段，唔該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啦，唔該。好啦，拜拜。